估唔到咁快就遇到風暴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Anson Cracker， 今日係冰島環島遊嘅第二日，一朝早 check 路況就發現往南嘅高速公路全部封晒，令我哋今日嘅行程全部有機會延遲一日。但唔理咁多啦，我哋照出發去酒店附近嘅一個景點先。我哋去睇間歇泉，結果出到嚟啲風大到。嗰度大風嘅程度係媲美香港有颱風嘅9至10級。間歇泉係冰島黃金圈路線嘅一個重要嘅景點，而我本身希望睇到嘅樣咧係咁樣嘅。網上有講咧，佢哋每7至8分鐘咧就會噴一次噶啦。結果我等咗半個鐘，最勁都係得呢一個窿打邊爐水滾咁嘅樣。冇辦法，我哋趕時間啦，要繼續上路。揸多10分鐘嘅車程咧，就嚟到呢個非常之出名嘅古佛斯瀑布啦。結果去睇瀑布嘅路上，所有人都大風到行都行唔穩啊！點知成個景點由睇瀑布變成同強風奮力抗衡，講真係有少少危險啊！呢個時候我哋突然間發現，哇，南部條路終於開返啦！所以事不宜遲，即刻趕到啦，已經遲咗起程噶啦。喺冰島揸車沿途嘅景色咧係好善變嘅，頭一個鐘係咁樣，下一個鐘可以變成咁樣，絕對係視覺嘅享受嚟嘅。途經我哋去咗睇呢個斯加科爾瀑布，呢個壯麗嘅瀑布咧係高60公尺嘅，呢度亦都因為咧好容易有彩虹而俗稱為咧彩虹瀑布嘅。我哋去到雖然冇啦，但係近距離睇咧已經覺得非常之壯觀同埋震撼嘅。去到南部嘅維克鎮咧，亦都睇埋附近好出名嘅黑沙灘，當時落住大雨同埋接近天黑啦，營造出一個咧更加陰沉嘅自然景色嘅。時間已經嚟到5點幾啦，我哋又要再次喺黑夜之下咧揸多1個鐘頭嘅時間咧去酒店。我哋揀呢間酒店嘅原因咧，因為佢好接近我哋下一日行程，一朝早嘅集合起點，房間亦都非常乾淨企理啦，空間亦都好充足嘅。好啦，第二日係咁多啦，我哋第3日再見。